马清州政府5月20特别上台，今仔日全教总是开记者会，针对一寡制度提出修法的建议，其中一项就是私立学校的老师这12%的退休提拨费率，应该就要提悬到15%，参公立的同款。另外，伊嘛来呼吁政府讲，在2016年军公教的年金改革的时阵，有一寡公教人员的年资补偿金，应该就要甲还得来。 返还补偿金，失效退补15%。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和国民党立委拜二共同召开记者会，呼吁5指控上任的新政府针对一寡公教制度爱提法案来改善。其中公教退休提拨的薪资有定出费率是本行2倍的15%，自去年开始实行。不过全教总指出，私立学校要阁维持在12%，因认为公私校退休费率应该一直爱公平保障私校老师的退休生活。我提拨的愈多，对于以后的未来是有保障，但是因的迄个提拨的费率达12%，啊12%甲15%有差3%，这对于迄个以后退休的人是一个足大的迄个保障啦，伊若讲有提高，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讲公甲私爱一致。另外，全教总阁有提一个修法建议，就是要求政府爱还公教年资补偿金。全教总指出，军公教年金伫1995年改新制，当初为着要弥补在职人员的损失，才有年资补偿金。但是2016年的时，公教的部分煞被取消，大约有10万多位公教人员受影响。有一名老师成立自救会，已经争取4档，不过也无得到政府的回应。希望讲伫立法院，加这立法委员。互因知影不公平的所在，希望讲因会当甲阮恢复军工人员的退休生活，实在是做互人担心啦吼。条件无遐好吼，我都去优秀的人来做老师安尼。所以阮是支持这个修法的啦。自救会表示，目前老师的待遇条件已经含较早被变质，学校嘛真烦恼，愈来愈无法度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来做老师，嘛希望透过这届提案，让新政府重新思考现有的公教制度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